瞧出来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坐好啊，坐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都爱吧？都很好，都很好。OK。哇！来，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啊！最热情的掌声跟尖叫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许富凯。很冷，谢谢你们。这首歌你们会唱吗？你就会。吹啊吹来南风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在他山。今夜的人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自我的心情，又是三更半夜的暗暝，万年来充满着你的空气，不惊话又笑阮这呢深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你们手机有吧？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伊就会为你看做冬天的伊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眼泪的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伊就会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怀。爱你心里塞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。楼上的朋友，来我们动一下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宝贝，大家辛苦了，待会麻烦你们一起唱。三更半夜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你的空气，名话又笑阮这呢深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伊就会为你看做冬天的伊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眼泪的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伊就会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怀。爱你心里塞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好，再次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伊就会为你看做冬天的伊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两眼泪的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我们唱来，予我做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怀，爱你心里塞，全爱情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他们的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告诉我们啊，有没有穿的美一点的？我看一下你们。OK，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呢，希望可以带来一点温度，热一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大家谢谢唱，谢谢。
为情嘛好到这凄惨，虽然看无大家，你我心爱，我有我命，命你这个关，阮的相处遗憾。现在的心里，也无人知影，谢谢。感到最了这个家，偏偏我是一个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他最爱的人，我情的人。天天闪闪，我甘愿多我一个人，你能够穿我天冠军的代志。你哪里去？买多少件？我们过标过的就好。心里可以好个安安安心心的，我不敢讲你爱，难不是不让，让我习惯，无来无还还，是情嘛好到这凄惨，虽然看无大概这迷惘。我人知影，是感到最了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他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天天闪闪，我甘愿过我一个人，现在的心里。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他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天天闪闪，我甘愿过我一个人。谢谢。有动一下是比较温暖一点，然后有我们唱小音啊，天天闪闪，哎呦喂呀，不听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第一次在活动现场唱，而且是重新改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繁华流戏吧》，谢谢。会唱一起唱。一晚能划过的月亮，阮的心是夜夜的思念，千秋风中的回荡。
出了一个外景，叫做《国庭官宣的诞生》，就也来到了南投。那时候去了仁爱乡，我去当了采茶先生。上个礼拜才播吧，你们应该有看吧？对。我们南投呢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茶叶非常的出名，一心一意的茶叶，然后呢。你们如果要送，因为过年到了，想要送的话，你们欢迎大家可以到南投那个仁爱乡的农会，可以去买那个一盒的，总共有8种茶叶的，因为每一种茶叶都不一样的味道。大家可以去买那个礼盒，送礼自用2相宜。那也希望大家呢，之后可以多支持我们瓜田关注的诞生，在礼拜三。3立都会台每个礼拜3的10点都会播出，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呢年关将近，很多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。像前几天呢，我刚好肠胃炎，上吐下泻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吃东西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就是最近可能就是会有这样肠胃的问题。那最后呢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带来最后一首歌《莫良决赛》，一起唱，谢谢。落下，情绪心把人的笑看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人到今摆才知影，原来你命甲这呢短，朋友的感情煞来空虚啊。 是我的心情无体察，相思的马途来的讲袂散，我是我头是两离间，人生难也看你体会体会，别讲遐尼多，做一个无人实在，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 无聊的酒，只怕我不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，做一个无人实在远的所在，困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自由飞，对来就好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 心把人的笑看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咱到心摆才知影，原来你甲这呢短，朋友的感情煞来空虚啊，是我的心情无体察。 相思的马途来的讲袂散，我是我头是两离间，人生难也看你体会体会，莫讲遐尼多，做一个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，无聊的酒。 只怕我不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在这做一个远的所在，困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自由飞，对来就好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是所爱的人再会，做一个。 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酒，只怕我不想要讲，只想要。
心爱的人才会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各位朋友，谢谢，谢谢天哥木木。 什么优点都在你身上啊！哎呀，就是想你回头，然后用你可爱的笑容哈，祝我说新年快乐 ，I love you too。太棒了！好的。哎，今天徐海之后一定要有更精彩的，就是我们的鸭子。